首先咧，肇慶其實佢都體現到嶺南同埋廣府文化啦。咁喺嶺南文化方面，肇慶咧佢有一個月城嘅龍母祖廟，係珠江流域水神信仰嘅武廟，而且咧肇慶咧佢都有一個叫七星岩啦，有唔同嘅園林設計，好講求自然同埋人民嘅和諧。而第二啦，無論係語言啊、戲曲唔同嘅手工傳統或者節慶家族嘅觀念咧，都可以喺肇慶嗰度體現到廣府文化嘅。咁首先喺語言方面啦，佢都係用廣府片嘅粵語啦，咁所以肇慶其實佢都喺語言方面有廣府文化包括在內。而佢嘅家族觀念啦，肇慶佢都有一個家族觀念叫做太公分豬肉，就即係咧喺清明節嗰陣時咧，就會有南方嗰邊咧就會分豬肉啦，就強化翻家族嘅凝聚力。喺端午節佢哋都會有龍舟飯，就係全條村咁樣一齊食呢個嘅龍舟飯啦。因為呢個可以代表到佢哋村嘅團結。咁介紹完肇慶嘅文化之後咧，就介紹下其實肇慶都係出產文房四寶。文房四寶其實都係包括紙筆墨硯啦，而硯咧喺肇慶方面咧都係比較重要嘅，包括咗有三大名坑，例如水岩啊、萬字坑等等呢三樣嘢。因為呢啲都係比較稀有嘅材料啦，所以其實硯係俾人視為重要啲嘅。除咗喺物料方面比較稀有，所以特別，而且佢好耐用，佢發物係比較快，唔會好容易消耗。肇慶作為大灣區嘅重要組成部分，環繞一點兩地呢個全新定位，發揮佢嘅地理優勢同埋經濟實力，引領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嘅重要一部分。肇慶喺大灣區嘅發展框架下嘅定位係成為面向大西南嘅門戶樞紐同埋大灣區西部嘅製造新城，以實體經濟為基礎，以製造業為主導。介紹完咁多，可能大家依然對肇慶同香港嘅關係冇乜認識。事實上，肇慶同香港合作緊密。喺2023年，肇慶同香港嘅進出口總額係達到32.65億元人民幣，係佔咗肇慶全市嘅總額8.78%。而出口到香港嘅總額係32.25億元人民幣，可以睇到佢係以出口到香港為主。截至2019年底，肇慶市嘅港資企業係佔咗全市企業總數嘅82.6%。可以睇到香港其實對於肇慶係投資咗好多，譬如話喺金融、電子信息、智慧農業嘅產業。而香港同肇慶亦都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去互補。香港金融基建市場完善，融資途徑多樣，有大量人才，地理位置優越，可以為肇慶企業提供融資渠道。而肇慶有新能源汽車、綠色建材、現代化農業，可以為香港商業提供投資選擇，為香港打開市場。而喺近年嘅新聞之中，我哋可以睇到香港同肇慶出咗好多措施同埋合作，去便利佢哋商業合作。由香港去肇慶，我哋可以選擇搭高鐵，車程由1個鐘40分鐘至到2個鐘，每程車費大概係港幣270蚊。由香港西九龍站前往肇慶東站，我哋亦都可以選擇搭巴士。跨境巴士公司提供咗多條路線，可以俾我哋直達當地嘅酒店，車費由170蚊到260蚊左右，車程大概4個鐘。另外，我哋亦都可以選擇自駕或者包車去肇慶。自駕的話，每日大概係港幣300蚊，而包車的話就係600蚊左右就包晒全程，車程大概係3到4個鐘。而咁樣做可以滿足到自己嘅需求，靈活性亦都高啲。